你試下拎。照顧嘅旅程如同一場馬拉松，收當要唔要飲水啊？好多照顧者喺忙於照顧家人嘅時候，往往忽略自身嘅需要。一旦遇到突發情況，可能會不知所措，壓力更加會大幅增加。為咗減輕照顧者負擔，等佢哋有喘息嘅空間，政府推出多項支援措施，包括設立照顧者支援專線182-183，加強暫託服務嘅推廣同配對，以及推出一站式資訊平台。俾呢隻手我，望住個樓梯落啊！梅先生2年前身體開始衰退，需要人每日照顧。梅太自此成為梅先生嘅主要照顧者。平時咧係我一個人去照顧我先生嘅起居飲食嘅。喺年幾前咧，我因為身體有啲問題，但我就唔敢去睇醫生。如果我入咗醫院咧，咁邊個嚟睇佢咧？好彩咧，就有個街坊建議我打俾照顧者支援專線。專線個社工亦都好有耐性，聽我講我嘅困難，同埋開解我嘅。後來咧就幫我先生揾咗個暫託宿位。我哋照顧者支援專線咧係一條24小時運作嘅專線，呢條專線咧係由專業社工接聽嘅。我哋係會提供全方位幫助照顧者嘅服務啦，包括諮詢啦、情緒支援啦、配對暫託服務同埋緊急外展服務嘅。仲會按佢哋嘅需要咧去轉介個案咧去接受進一步嘅社會福利服務，希望可以減輕到照顧者嘅壓力，俾到佢哋到位嘅社區支援。咁嗰邊嗰啲社工咧，仲陪埋我，同埋送我先生去院舍，發放埋交通津貼，令到我好放心去接受治療。專線個社工咧，仲轉介埋我先生去長者地區中心，又幫我先生咧申請埋輪候資助院舍宿位，真係壓力減低咗好多。依家咧，當我見到有需要嘅街坊，我都一定會推薦佢哋去打182、183，一定有人幫手。政府對照顧者提供全方位嘅支援，加強社區支援網絡。好似阿東喺特殊學校畢業之後，社工轉介佢參加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嘅活動。社工鼓勵我咧，嘗試俾阿東參加殘疾人士暫顧服務體驗活動。咁啱嗰時咧，個工人姐姐咧就放大假翻咗印尼，而阿東嘅外婆咧入咗醫院要治療，所以俾佢參加呢個體驗活動啦。我其實都有擔心㗎，阿東第一次咧唔喺媽媽身邊啊。好在宿舍嘅職員咧同埋社工佢哋好專業盡責，每日打電話俾我，同我分享翻阿東喺宿舍嘅情況，咁我就安心好多啦。秀東參加咗呢個體驗活動之後咧，佢居然識得咧照顧自己，咁嘅改變咧真係令我覺得好喜出望外啊！我希望咧照顧者要知道，求助唔係代表軟弱，而係想更好咁面對困難。咁我會話俾佢哋聽咧，唔使擔心，有啲咩事都好，有個後盾。照顧者有任何問題，可以瀏覽照顧者資訊網，或者打182、183，就有人幫到你。